上真够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2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康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桃园北德一个10个月大的查甫婴仔，昨暗逢送病院不幸过往。病院是发现讲，这个查甫婴仔体重伤轻啊，上过细粒子，产生营养不良，通报警方。初步并无发现有空喙有灼伤，也毋过这个囡仔10个月大，体重敢若4公斤，实在是不合理。囡仔妈妈是解释讲，因为囡仔高婴呢，啉的拢会吐，若相关单位即马已经介入侦办。小孩子可能不太接受，或者是说我喂的时候，他可以喝下去，可是喝下去之后，你说一瓶他还可以吸收下去，但他没办法，就是全部吸收完就还会再吐出来。该幼儿太瘦弱无外伤，实际死因需视相验及检警侦办认定。该家庭与本市无相关通报记录，初步评估2岁的姐姐受照顾情形无虞，那家属也已出面处理协助。嘛是上新的消息来关心网络顶头，即马有2段影片是伫一场餐会顶头，后壁牌仔写经法之夜，现场大家咧跳舞是大真晚嘛，拢无挂喙罨，互批评违反防疫规定。一开始大家就是这是高雄市经发局办的活动，也毋过因赶紧出面驳回讲毋是，这是地方的企业协会会员的暗会。高雄市卫生局即马嘛去调查，敢无违反防疫规定。几落位清茶性感的女子，甲在场的男宾客大正哇伫咧跳舞，现场正闹热。这是10倍伫咧高雄万豪酒店办的金发之夜活动，主办单位坐几落位清茶清凉的辣妹跳舞，大家跳甲正嗨。豔歌舞台边仔这个看板顶头写着“金发之夜”，有人认为是高雄市府经发局办的活动。伫社群媒体公开社团发文，或者一人误会真正是经发局办的活动。对此，高雄市经发局23出面澄清，讲这场暗会是民间团体高雄市经济发展协会办的，经发局并无受邀请或者是派人参加。高雄市卫生局讲，对活动是不是涉及违反防疫相关规定，会请主办单位电述意见。在今年10月18号晚上举办的这个会员大会活动，那相关的情节是不是涉及到违反防疫规定？那我们会请活动主办单位进行意见陈述，厘清相关会员大会的活动内容以及流程。高雄卫生局强调，目前已经依法是维持立即警戒，希望民众爱遵守相关规定。高雄市经发局是发声明，会对散播不实消息的人提刑事告发。高雄市经济发展协会也讲，若是有违反相关规定，因表示抱歉，以后会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是发生一桩汉高台，这是一间防疫旅馆，甲一个检验阳性的确诊者要送病院，结果舞唔到去，送唔到人。这位官电视中是表示讲，要送病院进前，拢爱做确诊身份，这是上基本的代志。那台北市政府即马讲，因会检讨，未来卖上定确诊。透早有体检专车停伫防疫旅馆外，医护人员请无用进行采验。不过，虽然医护人员真细致，台北市有一间防疫旅馆进前好亲像甲医护人员沟通错误，甲另外一个甲确诊者共同带入去的民众送医。原本应该送医的确诊者却留伫旅馆，是全台湾头一件送唔到确诊者的案例。救护车到场的时候，也没有再针对于现场要送过去的民众做个身份的确认，后来导致送到医院的时候，好像发现送到另外一名的房客，那他们这2个房客好像是同一天入境，那房号上也有点类似。台北市政府强调，专案检讨了后会增加书面通知，用明确的文字资料做双重确认，也要求最好确诊者送医的个资查核。对这代志，指挥中心要求各卫生局爱加强身份的核对。这是一个我想是一个不注意或是无心之过了更何况是送病人。所以要请他们要加强注意身份的核对，都有姓名那有身份证字号在的不能光是靠房间的号码了。高雄有一个查甫人返来台湾了后，带入去一间防疫旅馆，连续几天拢闻到熏味。这个旅馆的管理伤过零，烦恼空调变做新冠病毒传播的路线。这个本来它就会空气传播因为它房间内就会透明。所以说会有这种防疫的这个破口。
透过飞沫或接触传染这样的近距离接触为主，那空气传播风险是较低的。高雄市政府强调，新冠病毒传播方式是以真近接触为主，而且若做发现大个人食薰，会当向业者反映。因为全市有80间防疫旅馆，市政府强调，为了谨慎，会启动跨局处的稽查机制来防止违规。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直接对各委员会、甲各部会预算抽出来要送字图，引起争议。立法院长游锡堃昨昏是招朝野协商有小量达成共识啊，即马预算会送登去每一个委员会进行初审，嘛按一个时间，希望伫明年1月28之前会当完成三读。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日伫立法院会提案变更议程，甲种预算案为委员会抽出来，见附字图引起争议。在野党批评是现政的歹带头。也那行政院长苏贞昌讲，希望国民党多理性。我们非常期待国民党不要这样子不理性的悲歌，我们非常期待能够顺利通过。立法院长游锡堃伫3日人面册铺文，讲预算审查去签着，辜负民众的期待。伊代表立法院甲民众会师的，嘛向朝野各政党发讲，希望大家互相体谅。蓝绿的恶斗这样的国会，那这样的以这个互相的报复然后去掏空委员会的这个预算审查的这个做法，一定不能够被国人所接受的。我们希望将这个相关的预算退回委员会来去重新审查，蓝绿两党不要有太多的这个政治算计。麻烦苏贞昌，麻烦柯建铭，你不要在那边装傻装糊涂，要诚实的面对社会大众。各党团拢伫朝野协商进程表达家己的立场。协商的时阵，民进党团总召集人郭建明表示，袂因为公投赢就提出甲总预算案更附字图，愿意提出复议，退一步等去到委员会审查。不过国民党嘛要挂保证，答应会审预算。不得不，我必须要捍卫这个预算能够通过吧，不然的话，你们要把它推到悬崖底下，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啊！所以我原点只有这样而已。经过2点半钟的协商，未只有各党团有达成共识。由民进党团伫24议会提出复议案，总预算登去到各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团答应讲，12月30之前，各委员会会完成预算的审查，了后才阁召开临时会，而且伫1月28之前完成预算案的三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平安夜，北台湾这方面水气有较济，早暗会较凉冷。日时时会小可回温，咱来看温度。今日东北风有增强，所以水气有增加。除了基隆北海岸高度好，北部、东部雨水嘛有较高。其他所在今日是侪云。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桃园是15度6。今日日时温度会回升，高温有21度至29度。那明仔载夜等节有冷气团会到位，北台湾会先变寒，其他所在愈晚愈寒。明仔载暗到后礼拜一水气嘛会增加，温度嘛会下降，冷气团的强度有可能会达到寒流的级数，低温存10度尔。三清拱桥的关山嘛有机会会落雪，乡亲爱穿好少。来关心台中太平有一块山坡地，地主买地了后违法开发，原本是青林林，即马煞变做裸田。台中市政府已经发2届啊，嘛甲移送法办。也毋过附近的民众是积极讲，其实违法的开发6年前就有啊。地方政府即马是表示，总共整地面积愈变愈宽，安尼会请检方爱严办。台中太平中央路4段的一片山坡地，外面看去山林内底更愈一大片。无树啊，嘛无花草，真明显是有违法开发的情形。附近的民众讲，这片山坡地差不多是为6年前开始就出现变化。这要种水果啦，种水果，嘿啦。哦。啊，一块平，啊有路塔路啊，毋才会用做，啊无这块地路拢无效。就说用了较无好的所在，爱配合迄个水保啊。即马阮有技师咧，咱像有听因讲，即马有技师辅导，叫咱安做安做。这块山坡地平常时也无啥人行踏。台中市水利局表示，伫2015年，地主就捌因为违法整地0.19公顷，罚款10万块。2019年，搁一届因为同款的原因，罚款20万。去年整地面积是搁较宽，有甲1.5公顷。市府甲当事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因为违反水土保持法第32条，非法开垦，而且嘛互法院处有期徒刑3个月，并科40万的罚金。经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由检察官提起公诉，
并经台湾台中地方法院刑事判决，处有期徒刑3个月，并科40万元罚金。违法种地代志去由政府机关罚3届，不过违规的情形并无断点。水利局嘛无愿意说明这个山坡地土地使用的种类是倒一款，敢若强调讲会另外办理会勘，确认种地面积敢受扩大。接续若是有继续违规的情形，会阁移送司法单位，请检察官当裁罚。记者综合报道。介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先来看《中国时报》。台湾东洋控告前董事长林英锦陪审，2审是判无罪，检察官上诉，最高法院昨昏撤销无罪判决，驳回更审。东洋是表示希望量早一日会当讨回公道，若林英锦冒发出声明表示遗憾。来关心联合报。民众去病院照电工做断层，拢会去目着辐射。卫福部的健保署是宣布讲，对今仔日开始，健保快药通的 APP 开放，互民众会当去查，看家己伫病院检查的时有目着偌济辐射量。也毋过，医改会是认为公布这款资讯，会造成民众无必要的惊吓。来关心自由时报。前一年，主计总署公布2010年工业甲服务业红请的员工，规年总薪水中位数是50万1,000块，也就是全国有一半的食头路人，一个月月级薪水平均是4万2。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毋过有新增加13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嘛有验出4个Omicron的病例。目前咱国内计共有16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有8类免疫系统较烂的族群，第2档注射了后，过28天，阁会使去注基础加强剂来提悬保护力。国内新冠肺炎疫情2、3摆是增加13例境外移入病例，其中以美国入境占10例上侪。另外，Omicron病毒各增加4例，拢是进前公布过的境外移入个案。累计国内已经有16例Omicron个案，而且外9成拢是少年个案。我们目前16例的境外入的 Omicron 全数都是突破性感染之外，那无症状的情形总共现在累积是7例，轻症的部分则是有9例。因应Omicron变异株威胁，指挥中心宣布，为24摆5起，针对8类免疫低下族群，会当伫注完第2剂疫苗28天了后，各注基础加强剂。适用对象包括1年来捌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癌症患者、器官移植，也是干细胞移植患者，中度也是严重先天性免疫不全患者、血液透析患者、HIV 阳性患者。当使用高度免疫抑制药物者，过去半年来捌接受化疗还是放疗治疗者等。加强剂要打莫德纳的话，那还是打全剂量啊。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一群人刚才提到的，他的免疫功能比较差，所以呢，应该是打全剂量。另外，针对联亞第3期延伸試驗，大約有1500人參加。不過聯亞還未處理國內 EUA 認證，因應明年元旦防疫新制上路，有26例場所甲受理對象需要完整做疫苗，才會當起訴工課。指揮中心也提出解套方案，受試驗者最後一期試驗只要過28天，就會當做國內認證疫苗。所以他想要退出实验的计划的时候，可以跟他们的相关的。给他受试者那边做一个讨论，然后经过这边相关的临床医师的一个评估，那看要施打什么样的疫苗。那我们现在说这样的情况下，他在28天内可以打，所以我们在台湾有 EUA 的疫苗，那都可以打。另外，根据南非甲英国研究发现，感染Omicron的传染风险比Delta低4倍成。指挥中心提醒，Omicron的传播力高过Delta，也是爱严加防范疫情。那新冠疫苗有约平台将暂停使用，去各医疗院所做疫苗，类似流感疫苗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7亿例，死亡人数是超过539万人。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3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853例。中国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17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5200万例，印度是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
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1100万例，伫法国嘛超过884万例。以色列有游客去泰国隔离的时，刚逃窜出去，互警方抓到，结果验出有Omicron病毒，我要共惊死。泰国即马毋但要甲伊送法办，了后嘛甲赶出境，而且要规定伊一世人拢袂使过去泰国。一个人伫咧防疫旅馆点一工就离开，上尾也是来登记隔离10天，而且这边大所在是变异。这位感染 Omicron 变异病毒株的29岁以色列旅客巴鲁奇，23带入去索比岛变异，伊这边来泰国耍，星期真济，泰国警方全面对保卫对象，要家己乖乖自首，抑个上新闻。ชัดเจนแล้วค่ะว่านักท่องเที่ยวชาวอิสราเอลที่พบติดเชื้อโควิดสายพันธุ์เดลต้าและหลบหนีออกจากสถานที่กักตัวใน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ก่อนจะถูกควบคุมตัวไว้ได้ที่เกาะสมุย巴鲁奇这个月17入境泰国，住伫咧曼谷一间旅馆隔离，验过过当天，体检结果就也袂使就離開。體檢結果報告證實伊是感染 Omicron， 尾伊伫22向警方自首，驗過尾做3遍 PCR 攏陰性。มันเป็นระยะท้ายๆของโรคแล้วนะครับก็คือใกล้หายแล้วพูดง่ายๆเพราะฉะนั้นก็อาจจะหาไม่เจอแล้วตอนนี้นะครับก็驗過巴魯奇伫咧身軀頂可能有病毒嘅情形下，伫咧4月拍走。泰國目前幾落10例 Omicron 病例攏是境外移入，即個人2例是本土。巴魯奇嘅行為等是製造防疫嘅破口，也被控違反防疫規定，驅逐出境，而且這些人攏不准過來泰國。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輯。來關心世界衛生組織歐洲辦事處2日發出警告，講 Omicron 變種病毒佇明年初有可能會成做歐洲上界主要、上界流行嘅病毒株。各國攏愛有心理準備，病例數會日頭飆出來。即馬西班牙、比利時、德國攏已經豆豆甲防疫措施加嚴。世衛組織歐洲區辦事處2日表示 ，Omicron 變異株拖甲真緊，各國應該為確診數明顯增加做好準備。伊呼籲民眾耶誕甲跨年期間盡量減少非必要的接觸。並且應該做加強社，以個 Omicron 2022年初會喺歐洲變作主流嘅病毒。Well, it's already dominant in a couple of countries, like the United Kingdom, Portugal, Denmark. I think it will take maybe a couple of weeks. So yes, I'm very concerned, but there is no reason for panic. 西班牙最近病例數清關，20日單日新增加將近5萬例，創下新冠紀錄。雖然疫苗注射計劃成功，不過經過6個月，總理桑切斯也是宣布開始予我愛掛喙暗的強制令。這個規定引起巴塞隆納幾10個民眾上街頭抗議，部分民眾反對強制注疫苗，甚至有人否認有疫情。De nuevo y hacer un llamamiento para que disfrutemos de estas fiestas con responsabilidad. Y el mejor consejo que podemos darnos unos a otros es la vacunación y la prevención. 比利時疫情閣反抗，政府宣布緊縮防疫規定，耶誕節過了後要關掉劇場甲電影院，體育比賽改做無觀眾，買物件限制2個人做伙。Finalement, l'objectif, c'est de ralentir la propagation de cette variante et d'être sûr qu'on peut reprendre une vie normale dans les écoles après les vacances. 德國政府也宣布，28開始，私人餐會上濟10個人，夜店必須停止營業。卡球賽即馬開始改做無觀眾。總理肖茲強調，病毒未有耶誕假期。公司新聞林浩如編譯。中國嘅西安市因為疫情拖開，強強封鎖，大家是趕緊衝去大賣場搶物資。根據因官方嘅統計，一天短短時間內就發現84個確定病例。超市內底民眾大包細包提民生物資要結束，有超市嘅人排隊排到門口口。中國陝西嘅西安地區2日暗時真無平靜。下午說要來沒來，我的媽呀！害得這會兒我天呀，人多得不得了了。中國嘅新冠肺炎疫情反擴，尤其喺陝西省西安疫情更加嚴重。根據陝西衛健委統計，為2日0點開始到23早起8點，新增加本土病例86例，其中84例是為西安來。官方宣布，西安市23開始封閉式管理，讓未少民眾趕緊去買民生物資。全市小區、村、單位實行封閉式管理，每戶家庭每2天由1人外出採購生活物資，其他家庭成員除在疫情防控、城市運轉保障、
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工作外，一般不得外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也伫西安指挥抗疫工作。目前西安规划一个高风险地区加40个中风险地区。当地记者23访问在地社区，已经看到部分路段扎起来，敢若当日袂使出。可以看到，这是有2道的这个警戒线。伫这个同时，西安市第一轮病毒核酸检测发现核酸检测阳性127个。23开始实施封闭式管理了后，也同步启动第2轮专员核酸检测。西安伫最近发生鸟鼠围着的出血热，即马新冠疫情又搁持续传开。当局是讲，伫封控区外有发现确诊病例，显示已经有运行传播链甲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毋过目前也无清楚传播链的细节甲来源，必须要严格管制。记者综合报道。伫香港大学内底有一个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艺术品——国殇纸条。这是一个丹麦艺术家的作品。昨在警察、工人是雄雄出现伫香港大学，而且把这座艺术品拆掉再造。港大校园的这个天井内，由警方以黄色围篱围起来，还有大批安全人员禁止港大师生甲记者花进。根据当地传出的消息，校园内伫2日暗出现电钻甲铁腿啊讲的声音，随后工作人员甲用布包起来的塑像残骸，放伫边仔太平的货柜车载走。这个塑像的造型有50个真痛苦的面手，贴前8公尺悬，大约2栋的雕像。伫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予中国迄年，由丹麦艺术家高志华完成了后，永久借予香港大学。伫校园边时，以纪念伫天安门广场遭到中国镇压甲屠杀的学生参民众。塑像封拆除的消息传到欧洲，当地丹麦的高志华表示无法度相信。They destroyed the sculpture. I think they cut it up in pieces and put it into the container. We don't know exactly what happened, but I'm sure they destroyed it because this way to take it down is really, really crazy. 香港捌是中国统治范围内唯一会当大规模纪念六四的所在。也毋过最近几年，中国毋但继续打压民主派纪念六四活动，也定封禁止。Many people who studied i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efore they have treated this as part of the university. 事实上，为六四事件发生了后，中国就封锁消息，一般民众对六四会当讲拢毋知影。因为我也是大陆来的同学，所以可能没有像本地或者是原来是香港的同学对于这个柱的理解这么深刻，或者说有这么大的意义。另外，高志华本人除了对拆除雕像的行为表示不满，也认为这是港府侵害伊个人的财产权，所以不排除顺法律来提出告诉。公司新闻自家真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南韩的前总统朴槿惠坐驾新年外，南韩的总统文在寅伫早起宣布要甲伊特赦，年底就会当出家额。来关心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伫德州的工厂半暝半发生大火，造成4个人受伤，嘛造成空气污染。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今仔日会正式签署维吾尔强迫劳动法案，会全面限制新疆产品进口去美国。来关心公投结束了后，外界即马咧关心咱政府敢会开放日本福岛五县市的食品。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日本是 CPTPP 真重要的贸易国，开放福岛的食品是未来谈判重点之一。咱外交部长吴钊燮是强调讲，若开放是无时间表的，毋过受污染的食品绝对袂进口来台湾。4大公投结束了后，日本媒体甲重点放伫咧反内地的公投，因为这可能会牵连福岛食品解禁的代志，进一步影响台湾未来申请加入 CPTPP 的进度。经济部长王美花讲，日本真关心讲福岛5个县市的食品敢是要开放，会参考各项依据甲国际标准。为了我们要加入 CPTPP， 那你会愿意来开放进口来作为交换吗？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一直是日本关切的议题，所以未来的咨商一定会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有风社讲，农委会按照伫新加进前，参考韩国的模式，先开放部分的农产品，若香菇类甲海产是暂时无开放。农委会主委当个中北会讲，这是去用切话买，不要去扣人家帽子，日本就是核实。
你若讲个台湾人，就跟你讲没有介壳虫，都跟你说有了。从2011年开始，逐步的针对所谓的区域的调整，放宽成所谓的高风险产品的管制等这一些，其实要把这些的资讯给所有的国人。外交部长黄昭顺表示，目前会当进口入来台湾的食品，一定拢是无受到污染的。若敢有涉及加入 CPTPP 的条件，伊讲台湾嘛一直拢含日本伫制接，不过还未正式讨论，嘛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国家文革奖的得奖人萨古留巴瓦瓦隆，伫顶一日防止控那亲像涉嫌性侵害。司法单位即马已经介入调查，伊的一寡艺术展览甲补助嘛随行动点。昨昏伊本人有发出声明，否认这指控。这份声明是昨昏出来的。萨古留伫4页的声明内底，伊是写讲，伊家己无做过任何网络的文章所指控的所有行为，一切是等司法的调查，伊嘛会向司法一一说明。目前伊会按照家己书本的进度进行参加展览甲创作的一寡准备。来关心交通部观光局有配合政府今天5八券，有推出240多万份的国礼券。毋过有民众即马是伫网络顶头卖这国礼券，观光局是表示讲，国礼券抽到了后，是会当转互亲戚朋友去用的，无毋对，毋过袂使摕去卖钱，总共若掠到会取消抽到的资格。透卖网站甲社群软体有民众转让农油券，也有人伫卖上好券。毋过上热门的国旅券，因为钱额上济价在1000块，有人765就要卖。有立委质疑，即马转卖行情价都是8折以下。国旅券本意是进行产业，无应该变款，建议民众转卖来赚差价。卖了，然后赚取那个利润的，这个是我们所禁止的。如果说对检举到有知道，我们就取消这个抽奖得者的这个资格。观光局表示，抽到国旅券会当转让予亲友，毋过若是卖方发现，就会取消中奖资格。甲较早旅游补助业者无共，使用时阵爱摕身份证件。今年搭配进行5倍券，民众爱摕 QR code 加身份证后4字，店主才会当核销。无使用手机啊，嘛会当报国礼票号，互店主核销。旅游界讲，除了民众准备趁钱，也有不少业者要来核销。少数的不肖业者用收券换现金的方式来谋取这些不当的利益哦，我想这个是违反法令规章的。我是觉得还是用自己的权益，对啊，你去买，万一有什么问题很麻烦。也有民众伫社区网站分享伫网络顶买别人抽到的国旅券，也是动资管者，拄到诈骗集团汇钱了后，也都无去啊。其实进前经济部都已经声明，进行5倍券甲好食券、这加度券，拢是袂使转卖，呼吁店主甲民众毋通违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高雄有一个姓林的查甫人，伫网络顶头是放调讲，伊要伫高雄捷运美丽岛站随机杀死5个人，警方毋敢大意，随甲嫌犯抓到啊。毋过嫌犯互抓到的是，这个嫌犯是因为精神疾病伫病院接受治疗，即马专案已经移送法办。高雄捷运美丽岛站23下晡乘客甲往常共款进出，毋过早起6点外，一个查甫人伫网络顶讲，要伫24美丽岛站内随机杀5人，引起网友的注意。那本大队在受理报案后，随即展开调查，经调阅相关资料、动机比对，循线掌握到林姓嫌犯目前正因病在医院急诊治疗当中。据家人指述，他有精神方面相关的疾病。警方快速将写这篇文章姓林的嫌犯逮捕到案，发现伊好亲像有精神方面的疾病。落网的时阵，当伫病院治疗，讲做受到网友的刺激，才会闹为恐吓。专案依照恐吓公众罪查办。第一时间，我们还是会视同是真实的案件来处理，我们会先报警，那跟捷警队这边加强站内的一些相关的巡逻。因为9月底高雄捷运的网络服务也捌接到放炸弹的漏话，即马佫发生这个案，高雄捷运强调，面对类似案件，拢会以大众运输安全做第一优先。除了加强巡逻，也会配合警方侦办，以利案件侦破。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城中城大楼火烧了后，因为变作危楼，即马当在拆。市政府嘛以7县各中旧住址下区的区段征收，这是引起附近民众的不满，认为市府拢无大声通知。若城中城的受灾户是表示，伊希望政府毋通阁分救济金，改换厝较有帮站。
民众这几排，因拢是城中城大楼土地甲厝的持有人参厝卡，大火了后，城中城变成几楼。市府启动铁路，以7项各种具地址，花区区段征收城中城管理关系人的房地过去600户社体，互原住户优先申请23调开2场说明会，因为有75%关系人拢是有厝无地，加上调平甲主体计效无共，刷子会当统一提到每平在1.4万救济金，互因提出以厝换厝诉求。这都小坪数的嘛，都9坪、10坪，很少有大坪数的1-20坪那期间而已。那我们拿的这几100万，譬如说100多万，那我们去承租那个社会住宅或是什么，那我们可以住多久？是我的资产，可是现在变成化为平地，然后每个月还要再去缴这个利息跟贷款。那城中城关系人有意见，再去这场说明会7项各种具地址附近的新生理里民，不管市府过去询问具地址的规划无消息，今嘛无先征询在地意见，就单方面决定起社体，这支市府决策伤过匆忙。除了是做社宅的功能，我们也都会规划一些像托儿啦，或者是日照啦、托婴、托育这些设施都会有。那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有规划1500平的这个公益设施的空间。都发局表示会继续沟通，地政局表示，城中城地价会以市价计算，有地有厝的人分别会当换地加出地救济金，有厝无地的人依规定确实只会当提救济金，也毋过市府会加速办理。预计明年6月完成征收，发放救济金，互关系人会当量早做后续安排。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署规定，对于明年7月份开始，禁止使用玻璃龙的饮料杯啊，消费者鼓励消费者家己炸杯啊，去兑饮料。台北市即马是有甲业者合作，要加少环保杯啊，这个服务扩大，希望减少饮料杯啊的本数。扫 QR code 门拍开，提出循环杯、饮料饮刷同款用机器就会使行。这是台北市环保局当咧推出的循环杯基台，市府甲连锁业者合作，强调有手机啊就使来使用，解决推销环保杯民众常常反映的问题。民众自备环保杯往往会有便利性的问题，它非常类似 U-Bike 的概念，也就是说，民众他其实走到哪里，他就像 U-Bike 站一样，他可以非常方便去租借以及归还。环保署规定，明年7月开始禁止使用玻璃龙的饮料杯啊，连锁饮料店、便利商店等等，爱互自备环保杯的消费者至少5块的优惠，而且会使对使用一次性杯的消费者收费。不过疫情也未结束，外界对这款循环杯难免烦恼会烧话。我们循环箱的使用过的容器，我们每天至少会收取1次，然后我们专业的物流会送到我们专业的清洗厂，它的一个清洗作业规范要符合卫福部的一个规范。我们每季还送 SGS 做1次检验，来确保这个循环容器的安全卫生。环保局表示，循环杯的服务是为今年10月开始推出，目前正咧找找更加侪合作点头。5望1年的试运期间，会使达到27000摆的使用，减少一次性容器的使用。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老台南人咧讲的大菜市啊，即阵经过3档的修复已经完工。本主厝嘛有邀请在地作家记录这大菜市的历史甲故事。台湾第一座现代化的市场，就是日本时代所起的台南西市场。老台南人改号做大菜市。西市场伫迄当时有全台湾上水的市场建筑，有马萨式厝顶，阁有天窗。商业兴盛的程度是其他所在无法度比的。即阵文主厝也特别找在地作家发表《台南西市场》一本专册。从早年这个鸡鸭鱼肉、生鲜蔬菜的一个贩售，到后来变成一个民众记忆中必有的一个点。那我想说，它记载了，也承载了台南这100多年来可以说这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也记录了这个许多代的台南人心中的共同回忆。西市场到今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这本册除了记录市场建筑和周边空间的变化，也包含当地民众的生活故事和珍贵相片。这边就是西市场，然后其实它后面全部都是渔温。那在西市场就是开始建立了之后，它慢慢的发展起来，然后呢，它就是在不同的年代，它就是有不同的建筑的形态。西市场毋但是当地重要古迹，也是在地民众的共同记忆。
今年4月，西市场的修复工程嘛完工啊。市府希望透过这本册，会当互民众入捌西市场。明年开放大头进驻的时阵，社愈侪游客来观光。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推广健康的生活，南投德山的秀团病院有举办爬楼梯的活动，希望透过这款简单的运动，大家都会使利用淡薄仔时间，就会当让身体愈来愈勇健。现代人无闲无时间通运动，毋过其实逐工伫公司爬楼梯，也是对健康真有帮助。有人讲，加爬一架楼梯，就会当加活1分钟。南投德山的秀团病院就举办爬楼梯的活动，邀请员工甲民众同齐来爬楼梯。之前生完小孩就是想要减肥，然后就趁这个机会，就是每天上班用爬楼梯的方式，然后下班的时候我也是就是都以楼梯为主。其实爬楼梯安尼简单的动作也要真斟酌，唔通用骹头捂去经，就要甲尻川向前撒去用尻川的力。医生也讲，一寡老人脑带心病，甚至会使透过爬楼梯来改善。我们也知道那个乡下地方那个老人人口越来越多那大部分的老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其实有蛮多的慢性病。那这些慢性病的话，其实可以透过整个一个运动，那好好去管理、去治疗。那其实我想，大部分的健康是可以恢复的。爬楼梯也是检测家己健康的一款步数，尤其若爬无几楼就皮皮喘、双脚无力，这也是健康出现警示，要量早看医生，配合其他运动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大比湖是高雄的水源地，嘛是当地风景区。不过最近这几冬游客是愈来愈少，有游客是反映讲，因为内底设施伤过旧。即马做来水公司甲高雄市的观光局合作，将园区翻新，成做全台湾上大的美强花园，带乡亲咱做伙来去。囡仔厝流浪溜落来，才会笑容甲笑声伫花园内底，大家是拢感觉真欢喜。超级好玩！毋但囡仔耍甲叽嘎叫，大人伫园区内底跳街啊，怀念囡仔时，高雄大比湖风景区内底原本有0.6公顷的骑马场，尾也改造做美强花园，内底阁有像电影魔界同款哈比厝的场景。23早起开放了后，诚侪游客来遮行踏。很好啊，因为大家可以把这边的人文气息要增加，很好。利用骑马场这个地方，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啊，来做一个迷宫花园。大比湖毋但是水源地，嘛是高雄真有名的风景区。不过最近因为设施较旧啊，加上疫情的影响，游客是愈来愈少，所以自来水公司甲观光局决定想办法转型。国旅市场，对高雄的旅游品牌澄清湖公园这边的期待是比以往更大。那许多的游客来到这里以后，会觉得它跟我们小时候的风景区好像已经不那么一样，很多的地方似乎是稍微的旧了一点了。这个囡仔真欢喜，伫咧白宫内底撞来撞去，除了甲部分的所在改做是花园，观光局表示，接落来会甲园区的步道翻新，要甲整理好较舒适的。希望让这个所在有新的气象，让侪游客来遮佚佗。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简介来看，咱台湾除了有一寡较大型、较出名的剧团以外，其实嘛有一寡小型的在地地方经营甲定金。台南的阿碧路迄工厂就咧推广训练，而且训练在地人才。明仔载公司青春蛋的网节目，带乡亲做伙来看因的故事。2014年成立较大的阿碧乐戏工厂，由台南大学柯瑞峰老师所创办，打拼甲台南艺文化顶军甲演出，培养台南地区的戏剧人才，提供毕业生一个发挥的舞台。其实当初创立这个剧团的，迄个用意是真简单，只是讲要甲囡仔留落来。至少有一个剧团会当互你试验看卖，做导演、做编剧。做演员啊，是做行政、技术方面拢会当。剧团目前由台南大学的毕业生简历首奖团，透过应用戏剧的方式，侵入各个场域，让囡仔人自细汉就亲近艺术的机会，也强化甲南部的演员合作，推广地方的艺文表演。反正有一点点啊，因就会鼓起因对表演的兴趣。我感觉安尼就有够啊，因为一点点啊，伊知影即个物件，了后伊会去想即个物件，然后伊可能就会去来到遮来看表演。阮是希望讲人会使留伫咧台南啊，
伊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讲咱遮有人，啊，阮有戏咧推出，啊有训练咧搬，啊，遮人愈来愈专业，观众看了就会愈来愈感觉讲，这品质袂歹，伊就会愈愿意去看戏。这几年，阿碧乐戏工场từ台南办理工作坊剧场导览，互民众明白在地历史文化，也积极培训生力军，活化台南的剧场产业。因的打拼也是台湾各队小剧团的缩影，唔放弃的精神，也互表演艺术会当有丰富的生命力。记者吴定武、黄文良台南报道。高雄城中城大楼发生火灾，死伤真惨重，即嘛，互大家开始关心楼建筑的安全问题。即嘛，新德县是要求建筑部的所有权人爱限期改善欠点。消防局嘛伫新德的真侪大楼装警报器，也有消防设备。那这个部分是我们消防人员对监测器喷压树，大楼警报连绵弹出声。新德县这栋已经起超过40栋的大楼，早期是台北唯一一间电影院，目前改做套房细人使用。1楼阁有电动间甲卡拉 OK。消防安全的问题特别受到重视。现在放心多了，比以前更安全。消防设备这一次因为要求蛮严格的，我们就跟着做。那我们给接的住户给我们的感觉都是他们觉得相对的很安全了。消防局针对老旧建筑物的缺失，除了要求改善，嘛斗3工加装消防设备。帮老建筑完成改善进程，安全性会当先加强。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要来检视一下，就是说我们装的这些助警器以及这个灭火器，民众到底会不会使用，来确保这些老旧建筑物的住户啊，能够有安心的一个居住环境。老建筑大楼产权复杂，佮加上住在内底民众经济上较无遮好，消防安全嘛是老问题。为了避免不幸，消防局表示会注意改善进度。记者刘君和新德报道。今年5月份本土疫情爆发，伫艋舺北溪寮历史街区，第一时间内就成立快速的体检站，互足侪民众拢有真有印象。台北市文化局最近伫这个所在举办展览，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嘛感谢在地民众的配合。保留排队动线呈现半当前疫情爆发的场景，北溪寮历史街区除了是古迹，嘛正做防疫历史的重要见证。所以它也是台湾第一个这样就是医疗院所之外的快筛站，那它非常有效的在当时候让附近的民众，其实你是走出你家的门，你走几步路你就到一个筛检站，所以它很有效的鼓励了很多在地的民众直接进来筛检。叶玉清表示，迄阵选伫北溪寮做体检据点，事后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嘛因为建筑的特色，成为周边的隔离空间。很特别的街区的特色，正好就成为防疫快筛站很好使用的一个完全是开放式，但是它又可以密闭的空间。台北市文化局最近伫遮展出迄当时医护人员伫热冷的天气所穿的防护衫、体检的技师，佮有逐工的体检日志等等，真侪民众到遮拢足感动的，因为这个所在见证规个艋舺面对疫情，大家做伙团结，除了医护人员的奉献，艋舺居民嘛是重要的卡手。记者林雅文、谢桂玲台北采访报道。2021年台湾世界展今日要伫嘉义开幕，嘉义嘛有招在地各中各小学生囡仔做伙设计走读地图，也有囡仔耍这物件，希望会当透过这物件，互学生囡仔参与，嘛晓学设计概念，增加对在地认同。赶伫咧台湾世界展开幕进前，高中生甲大学老师共同推出运用在地人文，佮配合家己知名景点所设计的桌仔耍。希望囡仔哪算哪了解在地故事。我觉得它是有趣，然后好玩，但是是有难度的。透过这个游戏呢，希望大家能够拿到这个游戏之后，能透过跟家人的游戏机制的互动、有趣的互动当中，更了解嘉义市。这套桌仔耍内底有50大景点、4条古早步道的资料，有真完整的历史记录，而且所有的图面都是学生画的。这学生讲，因为这个机会，才知影一寡对家己更无了解的所在。因为真的就是不熟，然后就是你会经过，但是你完全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然后或者是说你根本就不知道嘉义有那些景点，然后画完以后就是真的会更了解嘉义。
自己努力这么久的做作品，然后被印成桌游，就是很有成就感。然后就以前也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常就是自己画来画也没有人看到。除了多阿省的设计，家己市教育处嘛配合这届台湾设计展推出予囡仔行读的地图，佮结合旅游的教学相依 App， 希望透过设计展增加囡仔的生活佮在地知识。记者林伟霆家己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黎巴嫩，目前经济是衰退甲真热，钱变薄，无甲剩一成，袂输敢若二纸共款。大部分的人拢变散车人。今年耶诞节、过节拢无过节的气氛，冷冷清清。黎巴嫩2019年发生政治经济危机，再加上去年8月贝鲁特港发生大爆炸，即嘛是历史上上界严重的衰退。往年年中挂灯甲彩过耶诞节，街头拢是香槟、珠宝的广告，民众大笔消费的情形已经是历史啊！即嘛街路广告毋是银行贷款，就是海外汇款，要若无就是保护家己的监视警报器，也是保险箱。虽然官方表达是对美金反映现实，乌市介绍已经达到29000比1的历史新高，每一个生活压力拢真大。There is no Christmas season. It's a fake season now. No one has the money. The shops are not prepared for Christmas. Even the people, when you look at them, they're not happy. 首都贝鲁特市中心上闹热的哈姆拉大车路，差不多拢无过节气氛。政府一天敢若供应2点钟的主能源，连枪顶都无法度规工倒掉的。搁较莫讲是几落条街的耶诞灯，全城敢若剩少数高级店面也负担得起。过去大量采买的消费习惯，即马变甲真高准赞，一届敢若买一输啊！商店成本也真悬，真歹过日。بس إنما كلبناني معه شو بعده زي ما هو شو بده يشتري ما في معه بيجي يعني بيجي بيشوف القطعة قديش هاي بتقول له هالقد وهالقد بيتحسر وبيمشي ما في حياة ما في حياة العالم كلها تعبانة منضايقة ما في مصاري ما في شيء钱无加金的买无物件，面包起2成，能源起3成，商店歇业的标志比折扣促销还佫较济。街路无耶诞老人去食煞愈来愈济，生意上界无用的是外汇交易商，即马还佫提供乌色的塑胶袋啊，用来抵无甲亲像饼纸共款的黎巴嫩的钱。根据联合国每工收入2美金的标准，黎巴嫩即马有4%的民众拢生活伫个散车标准以下。世界银行今年6月表示，黎巴嫩的经济可能是19世纪中以来全球上界严重的金融危机之一。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头目穆罕默德甲伊的情某离婚的官司，经过英国的法院判决，穆罕默德爱予伊的情某甲伊一对囝钱5.5亿英镑，算的差不多是新台币203亿。这嘛创下英国法院离婚官司判出上悬赡养费的纪录。这是去年2月穿白色套装的约旦哈亚公主，伫律师陪同行伫伦敦法院的场面。47岁哈亚公主是伫17年前甲杜拜厂长，目前身兼阿拉伯大公国的副总统甲总理的穆罕默德伫阿曼结婚。这段差25岁的恋情，嘛互人真心酸。也毋过2019年4岁，哈亚公主带迄当时11岁到7岁一双囝儿走到英国，申请庇护甲离婚。同一年，伦敦法院裁定穆罕默德对哈亚公主威胁恐吓，危及伊的人身安全。进前，穆罕默德也捌传出绑架不当对待另外2名查某囝。也毋过，英国媒体也压了哈亚公主诉请离婚之前，早到另外有一个少于9岁的英国保镖，至少2年，也付我代票1亿8千万的封口费。这场离婚官司经过2年多，双方对囝儿的监护权争夺激烈。伦敦高等法院法官拜二上尾裁决，考虑哈亚甲2名囝儿终身安全需要得到保障，尤其是穆罕默德本人带予因严重风险。穆罕默德应该支付达到5.5亿英镑的慰安甲教育费用，相当大约203亿，创下英国家事法庭有史以来判决上悬纪录。不过，其实这个金额也无到哈亚当初要求14亿英镑的一半。公司新闻张回敏编译。流行的变化真紧，为着要对流行，衫的形体是百款，严格生产过量就会造成粪扫的问题。但美洲的阿根廷有民众行上街头反对流行产业，批评流行产业伤土地，大量生产，若过时就变粪扫，破坏环境。
穿精心设计由回收塑胶制品做成的服装，一名环保人士伫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大路表演，将尾啊停伫平价流行趴品牌门市。伫大路跳舞，吸引民众的眼光。阿根廷反恐白绝第2日举办竞选活动，目的想要提起民众对流行趴甲气候变迁的重视。La moda rápida impulsa múltiples temporadas durante el año, generando muchísimos desechos de ropa que muchas veces no se llegan ni a utilizar y utiliza grandes cantidades de agua para su producción. Es responsable del 20% de las aguas desechadas de la industria y es la segunda industria más contaminante, ya que produce hasta un 10% de las emisiones de carbono globales. 最近环保意识抬头，流行趴品牌企业也拢相信推出的服装赢着生态意识、环保会当继续发展的基业。也毋过这其中插着一寡公司是趁机会想要转变家己的形象，误导消费者来买，也毋过其实拢无替环境负责。伫顶个月，第2才发生境内的阿塔卡马沙漠，台湾来自欧美流行趴产业卖出去的衫，总数达到3.8万吨。Porque sin regulaciones y sin políticas públicas, creemos que simplemente con el consumo individual no alcanza. 互人震撼的金奖活动由反恐白绝所策划，伊是气候运动的口号，也是关注气候变迁组织的名。成员伫全球各地透过非暴力方式抗争，也因为采取各种吸引人以前毋捌看过的表演，互过去对气候议题无关心的人，也安尼有深刻的印象，受到影响，做出改变。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天气报道者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是平安夜，北台湾这方面水气有较济。若明仔载耶诞节有冷气团会到贵，北台湾会先变寒，其他所在愈晚嘛愈寒。后礼拜一水气嘛增加，气温敢若剩10度左右，所以乡亲一定爱穿好少。再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8度。上悬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17度，上悬2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5度。外岛的温度是15度至22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新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